大家好，這期視頻介紹曲路嘅聲母。前幾期視頻介紹係客、開兩個路嘅聲母，主要嘅聲母係客、客兩大類。另外，部分北方方言嘅客路除了客，還有惡發音嘅曲。本期視頻嘅曲路客家方言維人話也有惡發音 C， 曲有兩讀客 C。還有少量嘅客家話與維人存在兩讀客老曲，包括蕉嶺、平仁、陸川、貴港。另外，贛方言嘅二鳳、上過兩人也係這種類型。有到漢語方言兩讀客老曲廣泛分布在西北、西南、華中嘅部分人士，貴陽就係這種類型。以下文化為代表嘅閩方言讀客聲母，包括福建全省幾乎所有人士，潮汕地區、老台灣、雷州半島有部分人士讀客，部分人士讀客。淮南讀客嘅調查點將先列過，其餘包括淮河話在內，都讀客類型同廣州話。粵方言老兩廣地區嘅客家話，絕大部分人士讀客聲母，單讀客聲母。下面話這種單讀客聲母嘅類型，在各大漢語方言都有分布，包括甘肅、寧夏、山西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蘇五方言區中部、南部、江西東北部嘅贛方言，湖南各地、貴州、雲南、粵北、廣西北部分布極廣。但係好多城區調查點只有3個不同嘅人士，主要分布廣西、湖南、江西贛方言區、老廣浙地區嘅五方言。南昌話、杭州話係普通話這種類型。長沙市老長沙人係兩個不同嘅調查點，分兩種類型。長沙人單讀客，長沙市讀客曲兩個聲母。西南地區嘅成都、重慶、昆明係普通話類型，貴陽兩讀客老曲。在客家話單讀客聲母嘅人士有寧夏、清寮、閩溪、上杭、大埔、豐順、吉利、泉州、萬安等人士。單讀客聲母嘅江西、福建兩省嘅客家話有長汀、連省、南康、錫省。單讀惡發音 C 聲母嘅人士幾乎只分布在江西省，包括龍南、先鋒、安仁、會昌、宜都、甘仁、上饒、崇義、太宜、四川、興國、寧都、通古。單讀惡發音 C 聲母嘅其他漢語方言好少。維人類型人士客 C 兩讀包括維人、蕉嶺、平仁，還有廣西嘅陸川烏石鎮、貴港潮溪鎮等少量調查點。